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。Ocean X 嘅 Sharkmaster 1000米咧，一向都非常之好賣，而今次出呢隻咧，仲要係 upgrade 咗嘅版本。首先喺機芯方面咧，就 upgrade 咗去日本嘅頂級 Miyota 9系機芯，震頻咧有28800轉，所以走時會更加暢順同埋穩定，質素可以媲美瑞士機芯。而新一代喺錶殼設計方面，都經過咗重新嘅改良同埋打磨，令到錶殼嘅厚度咧減薄到去 14.8mm。對於一隻有1000米潛水功能嘅自動機械錶嚟講，14.8mm咧絕對係相當之薄，而重量亦都減至只有220g。而今次喺錶殼方面咧，4條邊嘅邊線都做咗拋光打磨，戴上手咧就更加流線型，直徑係43mm。而呢隻黑橙配色再配以閃電針咧，之前一路都係買到斷晒貨，咁今次翻到一個新嘅版本咧就更加靚仔啦。手錶嘅計時外圈咧用咗陶瓷嘅物料，再配以藍寶石嘅水晶錶面，有防反光塗層。呢隻錶防水有1000米，9時位咧有個自動排氦氣閥門，都係採用咗 316L 嘅不鏽鋼錶帶，配以呢個按壓式嘅實心鋼錶扣。而時針、分針同埋刻度咧都有個超級藍夜光。呢款 upgrade 咗嘅版本咧，公價係4250蚊，咁我哋都係做翻個超筍價益錶迷，2980蚊就買到啦。有興趣嘅錶迷可以嚟門試試下。今集就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